来看渔业署规定讲，特当的8月到12月，抱卵的金马袂当掠，嘛袂当卖哦。违法上济是当罚15万。昨昏中华园林的花城市场，道民众检举有店家在卖抱卵的金马，农业处的稽查人员嘛到现场开单。稽查人员行入去市场，详细看卖摊商的玻璃笼箱仔内底，有几啊只金马，都已经抱着满满的金马卵，不管是订得出来，互消费者来选买。有抱卵的，这袂使卖吼，嘿，抱卵的嘛是会使，连安尼展示拢袂使吼，嘿，对，拢袂使。我唔知呢。根据渔业署规定，每年8月到12月之间，禁止大家去贩售抱卵的母金马，违者将会依法开罚3万到15万块。这个月1号新发上路，不过民众2号伫中华园林的花城市场发现2间摊商，也是伫卖抱卵的母金马。通报中华关农业处校长来稽查，总共发现了28只抱卵之母蟹，那现场已经做成了访谈记录，那后续函报给渔业署去做依法之处置。稽查人员清点，市场内底分别有2个摊商，各有14只抱卵的母金马买来卖，当场嘛依法开单，将依照违反渔业法的规定来开罚。不过摊商表示，家己向渔会上来进货来卖，不过说被开罚，表示真冤枉。对啊，以后我都不敢卖螃蟹啦。因为你们政府没有一个规定什么，什么可以卖，什么不可以卖。是不是说渔民他也忘了说，在7月底之前抓的，伊是讲抓到啊，唔敢嘛是摕来卖啊。渔会表示，这金马对可能是伫生活实施进前就备好货啊，卖加强对着渔民甲摊商的宣导，然后对着其他金马队外口的长甲看，无到规定有金马嘛禁止来掠，来维护渔业资源。记者中华采访报道。